做咗社工好多年，每日都面對繁重嘅社福工作，我有陣時都會問自己，單靠熱誠夠唔夠呢？去到管理層面，面對資源分配，點樣可以做到更好？教生涯規劃最怕嘅唔係學生冇方向，而係當佢哋問我，老師呢條路係咪真係行得通㗎？有冇咩嘢工具途徑？而我手頭上嘅資料又夠唔夠呢？我需要更系統化嘅管理思維去帶領團隊，所以我揀咗港專嘅社會科學碩士。我想將生涯規劃做得更加專業，但係有時候我又發現自己手上面嘅知識工具唔夠多啦。港專嘅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專注喺職涯輔導，正好填補咗我喺理論上面嘅缺口。呢個 master 令我最深刻嘅係師資，好多導師都係業界裏邊嘅資深前輩，佢哋除咗講課程之外，仲會邀請業界人士分享好多真實嘅 case study， 令到我了解到行業最新嘅發展同埋實務嘅挑戰，仲設有80小時嘅職涯輔導實習，可以將課堂裏邊嘅知識同埋真實工作情景結合。課程設計好落地，會教我哋點樣做機構行政、財務管理、人力資源、策略規劃嘅工作，即學即用。而家社福機構都好需要有系統咁樣策劃，去有效咁樣運用公共資源。我讀咗大半年，我喺工作上邊睇事情都宏觀咗，對我晉升好有幫助。另外，仲認識到一班嚟自唔同學術工作背景嘅同學，前線社工、護理員、助理研究員等等，透過佢哋分享各自前線嘅工作經驗，都可以令到我從唔同角度思考社會議題。我而家做緊 career coaching，同埋幫 NGO 做 branding， 能夠運用翻心理學同埋輔導技巧。完成課程之後，我仲可以向香港專業輔導協會申請註冊成為認證輔導師，令到我嘅建議更加有說服力，客戶都會更加信任我。如果你想喺社福界行得更遠，唔好猶豫，裝備好自己，機會嚟到先捉得住。港專社會科學碩士課程，成就你嘅專業未來。